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7月1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鑫。中国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最近发生大规模骚乱，造成严重的伤亡。尽管骚乱暂时被平息，但汉维两族的对立和仇视情绪却难以一时消弭。那么汉维两族的对立情绪是如何造成的？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是否加深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矛盾和隔阂？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客人就此进行讨论。他们一位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客座研究员裴敏欣先生，另一位是中国问题顾问薛海培先生。欢迎两位来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谢谢。好，我们知道以往的这个少数民族冲突呢，往往都是针对政府，但是这次在这个乌鲁木齐的骚乱里面呢，这个汉族和维族有这个极端对立的情绪。那么我想先请敏欣您来说一下，就是说这个特点是怎么造成的？这次骚乱跟以前不一样。最主要呢就是那个以前呢，由于政府做某件事情或是某件事情处理不当，然后呢，就是维吾尔族的群众把愤怒发泄到政府身上。那么这一次呢，是由于谣言或是那个短信传播，引起了一场就是那个所谓集会。那么集会呢失控之后，那些参加集会的人呢就变成了暴徒。那么这时候暴徒他见人就打，他也不管是政府还是平民。这是就是一个背景。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呢，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就说这是一次境外操纵的这个严重的打砸抢事件。那么我想问一下海培，你对这个事情的定性你怎么看？中国政府处理这个整个事情的手段？我个人感觉他这个定的性还是恰当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每次出这种事儿都很快要做一个政治性的定性或者是什么样。因为我记得，64的时候也是，如果没有那个定性的社论，可能也不至于马上这个天安门闹成那个样子啊。但这次确实是我觉得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这个确实它跟这个境外的这个新疆这个独立也好，或者新疆民族意识这些团体也好，确实有一定的关系。但我觉得国内这个像跟去年314一样的，很快就说这是完全是境外造成的。其实我觉得有个很好的问题可以问一下，就是说，就算是境外煽动造成的，如果这个卡地尔这个就能打2个电话就能把几千藏人弄到街上去，造成这个局面的话，这个可能更深的问题还值得探讨的一件问题。对，我认为就是这个定性恐怕过早一点，因为就是一般你要定性，你一定要有比较确凿的证据。那么突发事件，往往调查呢需要很长时间。我自己猜想就是和境外肯定有联系，但这个联系是否可以直接被说成是造成几千人上街，然后制造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这里面呢，就是还需要进一步查证，因为根据就是这次事件发生的许多特点，从表面上来看，它符合了就是特别就是典型的民族冲突暴乱事件。它是一种突发事件。要制造突发事件呢，就突发事件本身就是那个比较难制造。如果说是有境外，那另外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情报机关没有发现？因为它肯定有就是各种各样组织，对你。为什么就是说完全没有察觉？对，就是那是情报失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政府也应该进一步追究，就是这政府内部的失职。我们知道海培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呢，即使有境外的影响，那么你一呼百应之间呢，就发生那么大规模的冲突，说明这个对立的情绪或者仇视的情绪，不是一天两个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哈。那么我想从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民族政策来检讨一下，我们知道中国的政府至少自己是认为，他对少数民族有很多的优惠的政策，对新疆或者西藏这样的地区有很大的这个资金投入。可是为什么没有加强这些地区少数民族的这个向心感或者对国家的认同感？那么海培，你认为问题何在？这确实是个很大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挺复杂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确实在新疆也好，维吾尔族也好，在这个西藏也好。西藏问题我稍微了解的多一点，这个不能说政府的投入不大，也不能说政府不太关心这个种族关系问题。
但是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里面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确实我觉得我们汉族不太真是对于少数民族问题不太了解，也没有一种从发自内心的真正的关切。考虑的基本上多的是从政策稳定、从政局控制这个角度考虑太多。那么以至于我想在80年代以前，这个由于中国的前20-30年处于革命的这个震荡期间，这个有一种超越了一般民族冲突啊、民族意识的一种。所以一般你跟少数民族地区人，你跟他们年纪大的人讲，他说我们都没有这个太强的民族意识。这民族意识就是80年代以后，这个我们这个中国革命也差不多了，这个社会。那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呢？为什么80年代是不是因为比如说经济改革开放造成少数民族和比如说汉人的经济地位的这种不同差距，还是怎么样？我觉得不光是经济问题，这确实我觉得起码有2个主线，我个人看来是我觉得比较清楚。一个确实是经济问题，主要还是这个开发西部啊，这些大量的汉人进去。另外一个我觉得就是不管是维吾尔还是西藏人，他们所以他们自己的民族意识的这个增长非常快，而且是越是年轻人越受教育越高，这个民族意识增长越快。就这2个问题要混在一起。好，明星你怎么看？加上还有境外的。我就是加一句，就是有一个很具有讽刺意义的一个现象，就是凡是在比较正在开放的社会当中，它动乱的因素就比以前增加。如果说一个以前是完全靠高压维持的这么一个政权，少数民族倒还是规规矩矩，一旦当那个政权手软了，那么少数民族呢，他一下子就是欲望提高，期盼提高，这时候就是很容易造成冲突。就像87年西藏出问题，那80年代西藏政策是最宽松的，但是这种宽松政策呢，会使一部分西藏人感到机会会更好一些，所以这就是民族政策特别难，硬也不好，软也不好。闵鑫刚刚提到这个87年哈，就是87年、89年西藏这个老师，我还想起一个问题，就是87年、89年的话，跟现在比，当时少一样东西。你要说原因的话，这个原因我个人非常强烈的认为是这个原因就是这个技术性问题。87年、89年西藏没有那样闹，就在拉萨，对不对？当时主要是拉萨一闹完以后也就完了。但是你看这次314去年这件事情，拉萨一闹48小时内，这个整个藏区有大概将近100个网络等等新技术，网络的有。新技术，网络的有电话这2个因素，其实根本我个人觉得不是什么藏青会真的发挥了那么一呼百应的角色，是我们自己把藏青会捧到天上去了，对吧？这个更多的其实就是这个，因为现在每个庙里面那些喇嘛，各个人人都是一把手机，你这个短信你怎么控制的问题？另外一个就是少数民族，他最关注的不是经济利益，他最关注的是政治权利。那么你如果看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它有2个特点。第一个呢，经济利益，包括社会活动上就是生育政策啊、上学啊，给少数民族许多优惠。但是呢，在他们最想得到的政治权利方面呢，给予限制，因为少数民族地区当地的一把手都是汉人。我刚才他也有很多少数民族提拔的这个优惠政策，可是那些都好像是花瓶的角色，给外界的他们就被少数民族认为是花瓶，就是说，当然汉人看是不一样，因为你要去看西藏，他的就第一把手就是地方的党委书记，对，都是汉人，但是他的什么族。就是区长啊，就是政府这个部门这2把手，所以这呢就是使他们就感觉并不是。另外一个就是中国就很敏感的这个宗教政策，对，因为如果排位的话，就是少数民族他最关心第一个是政治权利，第二个呢宗教自由，就是宗教信仰。因为汉人是一个基本上来说是没有一个宗教，对宗教并不怎么感冒，就并不重视。其实共产党政府是以无神论者自居的，对，所以宗教问题一处理不好呢，然后把许多各种各样的矛盾都结合在一起。说到这个宗教问题，我们知道新疆的维吾尔人绝大部分是回教徒。那么按理说，中国政府对于回教没有太多的限制吧？而且中国跟外部世界的穆斯林国家也希望保持友好的关系。那么你觉得新疆维吾尔人在宗教方面也受到压制吗？海培你怎么看？我不能说受到压制，但是起码是受到限制。你刚才说这个其实。
不完全是这样的。这个回族啊，这个过去，你像这个跟汉族回族不是维族，说这个回族就是这个，我说他们很有这个勇气的一个，他们这个跟汉族的冲突是过去100-200年不断的，就是大型武装冲突是经常发生的。那么到了越往丝绸之路上一走，到了真正的完全是100%的，像南疆地区，新疆南疆地区几乎90%是这个维吾尔族，你到哈市区95%都是维族。他们这个抱团人是抱得很厉害的。我觉得中国政府对他这个穆斯林这个控制这个还是很紧张的。加上过去的10几年，有这个穆斯林国际运动化跟境外境内连在一起，所以说呀。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们知道，因为中亚的关系，还有就像你们刚才说的这个。东突厥这个东土尔其斯坦的这个独立运动的兴起，在中亚地区，那显然是我相信对新疆地区的这个维吾尔人也有一定的影响。那么中国是把东突算作恐怖组织，那对他们也是严厉的控制和打击。你就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是加深了这个维吾尔族的这个离心力在这个问题上？我想就是中国政府针对东突组织的一系列的打击措施，并不是造成这次骚乱或者是造成汉维民族之间冲突的最主要原因，可能是一个次要的第2类、第3类的原因。因为它打击的毕竟还是少数一部分人，最使维吾尔族人感到就是不满的，还是我刚才讲的宗教政策、政治权利。那么再有呢，就是最近又出现了一个，就是对新疆的开发问题，移民问题，资源。对，因为就像维吾尔族人，他们以前在那个地方是最大的一个族群，他们是在政治上、社会上、文化上是一个就是可以说是占主导地位。但现在他们成了就是从人数上来讲跟汉族差不多，那么他们的就是政治优势、社会文化优势都丧失了，这使他们感到十分的不满。就我给美心补充一个，这个我看了一下资料，这个1949年，汉族在新疆是只有6%。6%。你是6点几的话，当然还包括大概1-2个百分点的回族啊，还有其他少数民族，你加起来90%-80%多都是维吾尔族，对吧？2000年呢是已经到了汉族超过40%。你明年的这个人口普查，70%以上都是汉族人。对，我80年代初我做旅游时，我经常去新疆。那个是乌鲁木齐，我们去的时候给我们介绍，我现在都记得，就是一半一半。当时就老子就是一半一半，现在就是你看又多了20%。我们刚刚都是从新疆的角度来讲，我想从汉族的角度来讲一下，就是刚才你们2位提到，就是说确实承认中国政府对于比如说维吾尔族这样的少数民族有一定的优惠政策，比如说计划生育政策，还有高考等等入学方面一系列的。那我就想，这样的政策，你认为是不是一个好的政策？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这个种族的界限？就好，你是那边的人，我是这边人，那么我可以照顾你，或者说反而对汉人也造成一定的心理影响，就觉得我们为什么要对这些维族人来照顾和优惠？那么你们怎么看？对，我认为这种政策应该取消。这种政策呢，就是就是使这种不同的民族认同，变成制度化。反而是一方面呢，你想它造成后果；一方面，它不能就是使维族人感到满意，同时呢，使汉族人感到十分不满。你的取消是指的是优惠政策取消，还是说这种 identity 这种优惠政策？比如说优惠政策，那么就是说你那个填户口怎么你还得填那个但是同时呢，也要补充，就是在政治地位上，要就是进一步考虑让真正的就是新疆不是叫维吾尔族自治区吗？对，让那个自治方面要进一步加强。你说到这个少数民族对政治权利的要求那么我们在我们其他的节目里面也讨论这个维族和藏族的问题。那么很多中国的听众观众打电话就是说呢，这个其实并不是光是一个维族或者汉族的问题，那么这是整个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问题。如果连汉族人其实也没有得到政治权利的话，为什么维族人和藏族人会得到？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整体的问题。那海培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不太认同这个说法。我觉得像中国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可以假设10几20年以后，中国的相对自由化，有一定程度民主的时候，我不觉得在那个时候中国这个少数民族问题就可以就好像这个政治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民族意识都迎刃而解。我是某种意义上讲，可能会有更大的这个动乱的局面产生，也有可能。
我觉得很简单，在全世界，你任何人，你只要是任何一个种族，都希望要求自己的独立意识，或者起码要有自己的很强的民族意识。你像维吾尔族和西藏人，确实是他地域很广阔，有传统的历史根基，有自己的宗教，就是各种，其实按理说是构成了一个独立一个民族这个 nation 的这个概念。这个我觉得这是人类的一个困惑呀。一般来讲，在就是任何一个社会从专制体制向民族体制转型的过程当中，如果这个社会是一个多民族社会的话，他这个社会的少数民族就要抓住这个机会寻求独立，这是一个就是说一个常见的历史现象，常见的一个历史现象。但那个问题呢是在这里，就是说解决少数民族唯一成功的是民主社会。但是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中国要民主化，在这个民主化过程当中出现少数民族要闹独立，那肯定会出现流血事件。那么这就会成了今后就是说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一个悲剧。因为中国要朝那个目标迈进，到了那个目标才能够解决中国的那个民族冲突问题。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少数民族等不及会出来，这就是今后10年20年当中中国会碰到最严峻的问题，一个很严峻的问题。我想了下，我想也没想清楚这个事儿。这个你是天天做研究的，这个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例子，说在相对民主自由的国家里面，如果这个国家里面有个比较强势的一个少数民族能够和平共处的挺好的？几乎没有。对啊，因为你就看那个前苏联、南斯拉夫，都有这么土耳其，就是帝国崩溃都有这种。以前连西欧这个比利时要分掉了，对吧？这个北比利时和南比利时要分了，这个西班牙也是这样子。我想问你们两位，就是刚才因为敏欣讲到这个中国未来几十年面临这个民族问题的这个解决哈，那么我想从这个民众心理来看，我们知道就是相当多中国民众啊，如果是即使是对中国的政治体制或者是对中国的现实不满的民众，但是他们在新疆或者西藏疆独，尤其是疆独和藏独问题上，他们和政府站的立场都是比较一致的，都比较接近，都认为应该严厉的打击这个疆独和藏独。你甚至看到一些民运人士所谓都是实际上是反对疆独和藏独的。那么海培，你怎么解读这种现象？对呀，我想说一个印象。我这2天在网上看了几篇这个文章，看了文章以后就关于新疆那个事，然后底下还有很多这个网民跟帖。对。比如说我们美国的这个网底下跟帖的10几20个，几乎是90%左右的，但我估计这些都是汉族了，这个全部是用非常这个激情化的语言，就比如说要把新疆人干掉啊，就是弄光了，我觉得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当然，这次事件对汉族的刺激是很大，这包括我本人，我也看了一些图片，简直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没，惨不忍睹的一些图片，不可思议的图片。但是你能看到，在海外的已经说是相对自由、这个教育程度那么高的一批华人或者中国人，能够对这样一件事情是这么非常不理性的。我说实话，美国9·11以后，我都没有看到过这个美国人像这样子而且美国人互相不断的提醒这个对方，对吧？我还记得。李欣，你觉得是怎么回事？你觉得跟中国政府在这方面应不应该负一定的责任？中国政府有一定的就是责任，这主要是官方宣传，历来就是并没有真正的让就是中国的汉族了解那几个地区的西藏、新疆的他们的独特的历史，他们和中国之间那个关系，因为那个关系很复杂，是专家都不一定1小时内讲清楚，那可想而知。再有一个呢，中国人的所谓大一统这种文化传统根深蒂固，因为你只要是汉人，那我完全能同情他们的，他就要一个大一统的中国，因为他只有中国大、中国立，在世界上的那个地位就会得到尊重。况且就是新疆跟西藏都是战略要地，如果中国失去新疆跟西藏，没法想象中国的国家安全
民族自尊。我们知道，说到这个，刚才海培提到这个不理性的情绪哈，那么其实我们知道在75事件发生之后，乌鲁木齐发生这个死了100多人的事件之后，实际上据现在流露出来的消息来看，死的多数是汉人。可是当时呢，中国政府一直把这个信息掩盖着。那么现在据说这个解释呢，就是说因为怕这个消息传出来以后造成汉人的反弹。那么我想问一下，你觉得这种办法是弄巧成拙呢，还是说真的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延缓了这个民族情绪激烈的爆发？在当时那种情况下，你们两位怎么看？我觉得我蛮同情政府这个做法。你说你怎么办？你要是把这个数字在乌鲁木齐大家还都在火头上一下公布出来，比这9-1，这很可能是8-2这种结果。这个。但是如果你比如说让新闻记者自由的采访公布，马上公布事实的真相，是不是反而有利于这个事情马上出来？那么敏信你怎么看？你赞中国政府这种做法吗？我想，如果说是真的汉人死的是很多，那么政府迟迟不公布，政府还是有道理。因为我同意海培那个讲，在火头上你不能就是用就是披露这样的真相，然后使事情更加恶化。再就是政府他自己也，政府很负责任，他要看并不是看现在走的第一步棋，他要看2、3步，他怕就是一旦让就是中国的广大民众认为这件事情政府应该采取更强硬的手段，那么政府他骑虎难下，所以他还是要给自己留有空间。好，不过我这样就如果其实敏信刚才早一点提到这个有一条，我觉得说得很对，就是这个中国政府的这个宣传问题，这个特别体现在因为这1年已经过去，去年314以后大规模的宣传，确实大家你在国内老百姓自己也都知道，就是说去年的大规模宣传确实造成了当时是包括到现在汉族对藏族前所未有的这个憎恨也好，是仇视也好，这个大家现在回过头来确实觉得受这个影响非常大。所以这次中共对自己的政策有一定的调整。对，我觉得这次应该稍微给点分，这次做得还不错，有些进展。最后还有1分半钟的时间，我想请两位评论一下。先请敏信说一下，我们知道就是说，疆独和藏独或者是藏维两族的问题是少数民族问题里面最严重的。那我想问一下，你就是未来有没有看到这种可能性，就是藏维两族联合起来进行反政府运动？那么或者是说，跟我们的听众观众解释一下2个民族他们的政治诉求有什么区别？还是很不一样。藏维联合很困难，因为他们就是那个沟通很不方便。再有一个呢，他们联合不一定能够真正就是给藏族也好，给就藏独也好，给疆独也好，造成实际上的优势。他们国际上支持他们的人也很不一样。海培20秒呀，就是我觉得确实他们跟汉族这个差距还是很大，距离还是很不一样的。我觉得这个藏人这个在宗教文化上跟汉族是比较接近，在种族上也是跟汉族比较接近，在文化交流上也比较多。但维吾尔族确实是从种族上它是西方这个所谓这个 Caucasian， 我们是蒙古族的这个，而且是宗教完全也不一样，而且文化你到南疆去根本跟内地汉族没有任何关系。那一句话，我觉得现在是到了中央政府全面重新反省中国的民族政策的时候。好，谢谢两位。好，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就进行到这儿。下个星期的焦点对话呢，我们将讨论网络对于民意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欢迎您收听收看，我是宁欣，我们下星期五再会。里的情绪，那么我想先请敏信您来说一下，就是说这个特点是怎么造成的？这次骚乱跟以前不一样。最主要呢，就是那个以前呢，由于政府做某件事情或是某件事情处理不当，然后呢，就是维吾尔族的群众把愤怒发泄到政府身上。那么这一次呢，是由于谣言或是那个短信传播，引起了一场就是那个所谓集会。那么集会呢失控之后，那些参加集会的人呢就变成了暴徒。那么这时候暴徒他见人就打，他也不管是政府还是平民。这是就是一个背景。我们知道这一次的这个事件发生以后呢，中国政府第一时间就说这是一次境外操纵的这个严重的打砸抢事件。那么我想问一下海培，你对这个事情的定性你怎么看？中国政府处理这个整个事情的手段？
我个人感觉他这个定的性还是恰当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我不太理解为什么中国政府每次出这种事儿都很快要做一个政治性的定性或者是什么样。因为我记得，64的时候也是，如果没有那个定性的社论，可能也不至于马上这个天安门闹成那个样子啊。但这次确实是我觉得有意思的一个事儿，就是这个确实它跟这个境外的这个新疆这个独立也好，或者新疆民族意识这些团体也好，确实有一定的关系。但我觉得国内这个像跟去年314一样的，很快就说这是完全是境外造成的。其实我觉得有个很好的问题可以问一下，就是说，就算是境外煽动造成的，如果这个卡地尔这个就能打2个电话就能把几千藏人弄到街上去，造成这个局面的话，这个可能更深的问题还值得探讨的一件问题。对，我认为就是这个定性恐怕过早一点，因为就是一般你要定性，你一定要有比较确凿的证据。那么突发事件往往调查呢需要很长时间，我自己猜想就是和境外肯定有联系，但这个联系是否可以直接被说成是造成几千人上街，然后制造大规模的流血事件？这里面呢，就是还需要进一步查证，因为根据就是这次事件发生的许多特点，从表面上来看，它符合了就是特别就是典型的民族冲突暴乱事件。它是一种突发事件，要制造突发事件呢，就突发事件本身就是那个比较难制造。如果说是有境外，那另外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情报机关没有发现？因为他肯定有就是各种各样组织，对，你为什么就是说完全没有察觉？对，那是情报失误。如果是这样的话，就是说政府也应该进一步追究，就是这政府内部的失职。我们知道海培刚才也提到，就是说呢，即使有境外的影响，那么你一呼百应之间呢，就发生那么大规模的冲突，说明这个对立的情绪或者仇视的情绪不是一天两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哈。那么我想从我们刚才说到这个民族政策来检讨一下，我们知道中国的政府至少自己是认为，他对少数民族有很多的优惠的政策，对新疆或者西藏这样的地区有很大的这个资金投入。可是为什么没有加强这些地？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收看《美国之音》7月10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欣。中国新疆首府乌鲁木齐最近发生大规模骚乱，造成严重的伤亡。尽管骚乱暂时被平息，但汉维两族的对立和仇视情绪却难以一时消弭。那么汉维两族的对立情绪是如何造成的？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是否加深了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矛盾和隔阂？今天我们请到2位客人就此进行讨论。他们一位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客座研究员裴敏欣先生，另一位是中国问题顾问薛海培先生。欢迎2位来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谢谢。好，我们知道以往的这个少数民族冲突呢，往往都是针对政府，但是这次在这个乌鲁木齐的骚乱里面呢，这个汉族和维族有这个极端对